弱質再把持，傾國事的數保持。林鄭唐朝冇事，問兩者相比較何所似？難言盡盡難辨知。曾記否幾很往事？動居高處玉龍失意，坐在簾後細把鳳聲轉，屠龍正是他節，可笑是百尺昂藏，潮聲論盡國事，或者當初也曾經想過，潺潺弱質難支持。曾記否幾許往事？動居高處玉龍失意，坐在簾後細把鳳聲轉，屠龍正是他節，可笑是百尺昂